这台期待凯美瑞的漆面再不搞就离报废不远了。锈迹开始蔓延起来，到处都是生锈爆灰，四处伤痕累累。粉丝经过货比三家，最终决定选择我们，看我们如何用10天时间让它变新车，一起看看它的蜕变过程。街邊焦急的我，餐廳憂鬱的你，隔片紗玻璃，兩眼帶些傷悲。交通燈邊的我，緊抱心愛的你，聽呼吸聲，確已急速到死。冷雨撲向我，點點紛飛，千斤高溫波濤由你湧起。個個說我太狂，笑我不羈，敢要交出真情，那算可？或我知一天必可找着愛，就算。